Yummy, yummy, yum, yum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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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, 2, 3, 4. 1, 2, 3, 4, 5, 6, 7, and 8. Yumm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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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um, yum. Yummy, yummy, yum. 歡迎返嚟團長日記。上一集帶大家去東涌福朋喜來登酒店食自助晚餐，只係141，小童71蚊。好多觀眾都話啱晒親子遊，多謝大家支持。今集團長帶大家去旺角，以138蚊雞煲加點心放題，仲要俾你食足5個鐘。呢間店有一位老人家，雖然佢成頭白髮，但係嗰份奮鬥心絕對唔會輸俾後生仔。以現時香港市道，佢仲夠膽開咁多間分店，提供就業機會，擁有呢份堅持同執着。團長自費過嚟，以最真誠態度帶嚟最真實一面俾大家。快速帶個餐廳資料，鮮味蒸滾鍋位於旺角塘尾道61號1樓。如果坐港鐵過嚟，旺角站 A2 出口出，步行過嚟約7分鐘。餐廳有幾間分店，記得訂好位先過嚟試，好爆場㗎！立即入正題睇價錢，午市點心火鍋放題，成人138，小童98，鹹氏雞煲2至3位送半隻雞，人多就會送多啲。中間有20款中式點心可以揀，每位再送半隻乳鴿。火鍋配料、汽水、雪糕、甜品全部任食。零收加1茶芥服務費，連茶位加1唔係138搞掂，公開張單俾大家，488蚊除以3位成人，1位162蚊先係真正全包價。清楚價錢，即刻同大家睇自助區。餐廳分開幾個位做少少自助區，火鍋配料我就唔逐樣去講介紹，都係火鍋放題大佬食材。魚皮餃同牛肉賣相新鮮，唔係急凍雪到成嚿冰嗰種。其他瓜瓜菜菜都算齊全。有冇人同團長口味一樣，鍾意食鵝掌配辣椒豉油？正。醬料區有幾款小前菜，麻辣筍、酸蘿蔔，一般火鍋放題醬料，鍾意咩口味自己慢慢撈。上邊有個雪櫃仔，放凍冰冰中式甜品。桂花糕、椰汁糕一直有雪櫃凍住，睇得出餐廳好注重食客口感。雪糕方面，餐廳用 Coco Berry 品牌，勝在味道夠多，喺雪糕櫃尋寶，小朋友一定鍾意。我就揾到蜜瓜味、沖繩鹽味、益力多味。飲品區4個大雪櫃，放題基本汽水、罐裝飲品選擇都 OK。重點提大家，食飽晒慢慢坐先好飲汽水，比較食到回本，有成5個鐘慢慢嘆。順帶一提，中午放題用餐時間11點至4點。不得不提，餐廳環境乾淨，有好多卡位，坐得舒服又有私隱，而且台凳距離適中，地板都保持到好乾淨。放題嚟講，呢個環境絕對交到功課。開餐啦！無論我哋打邊爐食嘅雞定係點心，呢度食嘢同一般酒樓唔同。啱啱上台全部都係生料，預製菜不存在，擺喺蒸籠上邊即蒸。餐廳建議蒸12分鐘。如果你唔想自己搞，或者唔識掌握火候，唔緊要，在場侍應會好主動咁過嚟問你要唔要幫手。好似呢度咁，電子爐頭有一個專屬計時器。set 好12分鐘，保證每一籠都係新鮮滾熱辣，喺你面前即場蒸熟，未食到可以保溫，確保你食到啱啱出籠。畢竟飲茶食點心最緊要係新鮮。另外每位送半隻乳鴿，睇個皮就知炸得金黃色，仲好香同脆口，皮脆肉嫩，唔好以為送就好求其，咬落肉汁都 OK， 鹹香味道適中。的確幾有驚喜，完全唔輸出邊嗰啲專門店。再食餐廳主打鹹氏養生雞煲，
湯底流一流就知幾足料，裏面有無花果幾種藥材，加上鮮雞煲湯，食完雞湯底可以留返食火鍋，雞肉即場滾熟，雪藏味我就食唔出，反而食到雞肉本身原味道。如果鍾意口味重少少，點少少豉油會更加夾味，簡簡單單又健康，相信唔會令大家失望，唔錯㗎。食完雞煲，同大家食點心試下味道。蝦餃一籠4粒，有蝦餃王睇型幾大粒，放題嚟講，皮講得上薄身，拆開俾大家睇下，膽料幾大粒，裏面真係見到幾隻蝦，爽口彈牙，味道偏向原味。鍾意食辣或者口味重少少，點醬食味道會好一啲。燒賣面頭蟹子每一粒份量幾多？好多酒樓得幾粒或者4粒蟹子份量不平均，明顯師傅好有心機做。燒賣心唔止純肉嚟，仲有一粒粒肉丁，咬落會多份爽口感覺，水準有返咁上下可以。食完兩樣清清地，嚟個重口味衝擊下。咖喱魷魚望落顏色好似好濃，但係其實味道調得啱啱好，唔會太鹹。咖喱味有，但係就淡咗少少，咖喱味再重啲會更加好。魷魚食落爽口，明顯係新鮮貨，即蒸即食，我覺得比一般酒樓出品好。再試埋另一款薑蔥牛柏葉，不過要同大家講句真話。雖然賣相就 OK， 但係因為粉絲比較多，撈埋一齊食，口感會偏乾身少少，味道對於我嚟講亦相對淡咗啲。如果你係偏重口味朋友，呢款可能就唔係你杯茶，普普通通。飲糖茶好多人都鍾意食嘅包點類，馬拉糕蒸完出嚟，打開蓋香味係聞到，糕身都好鬆軟，空氣感好強。甜度啱啱好，好食。食完點心，用返個雞湯打邊爐，點知去到自助區冇肥牛，失望返埋位。估唔到侍應姐姐留意到，去廚房攞咗碟肥牛過嚟，咁嘅服務態度點可以唔讚？煮熟之後賣相就係呢個樣，大家話肥牛得唔得呢？最後記得攞兩款中式甜品，桂花糕，桂花味幾重。椰汁糕少甜，椰香味 OK， 再去雪糕櫃尋寶，再揾到多一個口味煎麻味雪糕，仲有咩味留俾大家親身嚟尋寶。食完整體感覺喺旺角用呢個價錢可以任食5個鐘，有齊點心、雞煲、火鍋、飲品、甜品，性價比我覺得好高，好啱同朋友一齊嚟慢慢嘆、慢慢傾。如果你哋想睇更加多高 CP 值美食推介，記得撳埋下邊個訂閱掣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一集帶大家去邊度真實體驗開餐。好啦，同大家介紹返，我係團長，下集見啦，拜拜。